各位觀眾，隨住上個世紀嘅結束，100年歷史似乎可以畫上一個句號。唔係嘅，歷史嘅長河係唔會停止嘅。無論河裏面嘅寶藏或者垃圾，都會拖泥帶水咁衝入我哋呢個新紀元。只不過係我哋大家可以選擇係繼往呢，還是開來。喺新嘅100年就扮演新嘅唔同角色。人生不過係一個大舞台。今晚我哋俾觀眾睇下中國嘅100年演藝，包括電影、歌曲同埋舞台，係點樣演繹人生。作為今晚黑我哋呢個節目對觀眾嘅臨別秋波。中國嘅演藝咧可以分為前50年同埋後50年。前50年嘅主流咧就係反封建、反壓迫同埋反侵略。後50年，中國大陸雖然不乏喺藝術同埋技術上嘅創新，但係內容方面咧就清一色為政治服務。台灣咧喺戰敗嘅哀歌之中，自我麻醉到自我陶醉，及至70年代嘅中美建交嘅前後，就彌漫住被拋棄嘅怨婦哀思，咁就唱出咗負心的人同埋我沒有騙你咁嘅歌曲，情之所至的確十分動聽，仲出現咗2、3個非常出色嘅歌手，佢哋嘅歌聲響徹東南亞同埋海外華僑聚居嘅地方。電影同舞台方面呢，就好似香港一樣走向商業嘅途徑，為數好少嘅以勵志為目的，歌頌道德，反映時弊，但係大多數咧都係流於媚俗同埋粗製濫造嘅產品，令人哋嘆息之餘，就懷念好似黎文偉咁樣嘅電影工作者。黎文偉早在20、30年代，佢就已經拍咗好多經典作品，好似《漁光曲》、《大路》、《神女》、《祖國山河淚》咁嘅影片。喺歌曲方面，佢又獨具慧眼，請咗列爾為《風雲兒女》寫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後來就被選為新中國嘅國歌。黎文偉又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投身革命，以電影救國、北伐嘅時期冒險拍紀錄片。綜合大家對佢嘅評語話，黎文偉唔但只係香港嘅電影之父，拍咗第一部香港電影《莊子侍妻》，而且係中國電影嘅開拓者。佢終其一生傾家蕩產，以電影嚟宣揚救國救民。最令人哋佩服嘅就係佢愛國而唔愛權，加入革命而不介入黨爭，一生不沾仕途，淡泊名利嘅人格風範。電影嘅歷史好短，只有100年，你哋又知唔知道第一部攝影機係點樣嘅呢？踏入20世紀，人類嘅生活有一個好顯著嘅變化，就係攝影機嘅出現啦。喺現時嘅中國電影資料館，仲可以睇到呢一種當年極為新奇嘅機器。呢一部係1896年生產嘅手提攝影機。呢一種攝影機可以俾人類影低無數嘅珍貴歷史片段，令我哋睇到唔同年代嘅人民嘅生活點滴。我哋而家見到嘅呢一班喺20年代喺北京天橋底下賣藝嘅流浪藝人嘅片段呢，可能就係用呢一種攝影機嚟拍攝噶啦。位於北京城南嘅天橋，曾經係好出名嘅民間藝術同埋貿易中心喎。喺乾隆時期開始興盛，清末民初更加成為著名嘅鬧市。行天橋呢，就成為舊時北京百姓最好嘅娛樂之一啦。當時喺天橋賣藝嘅人主要分為2類，玩雜耍同埋唱戲。玩雜耍嘅人賣藝嘅時候，就會喺地下畫一個圈，作為演出嘅地方。行內話咧叫做畫窩，窩即係煮飯用嘅用具啦。畫咗窩就係有地方演出，表示呢就有飯食啦。除咗街頭賣藝，京劇表演就係中國數百年嚟人民中意嘅傳統藝術。其中梅蘭芳就係著名嘅京劇大師。佢9歲已經開始學習京劇，14歲開始搭科班演出青衣戲。1912年，19歲嘅梅蘭芳去到上海，開始嶄露頭角，受到京劇界嘅注目。由20、30年代起，梅蘭芳嘅舞台藝術開始走向世界。1930年，佢應邀到美國訪問，呢一段時間，佢同戲劇大師查理卓別靈進行咗廣泛嘅交流。喺外國演出咗《霸王別姬》等嘅劇目，轟動一時。當梅蘭芳嘅舞台成就發揮得最光芒嘅時候，
抗戰爆發，梅蘭芳為咗唔幫日軍演出嚟粉飾太平，不惜用苦肉計，3次注射傷寒預防針，令自己發高燒40度，令日軍無可奈何。喺日本侵略中國嘅期間，日軍就搭起舞台，強迫隨軍嘅演員隨時演出，歌頌日軍所謂嘅大東亞共榮圈，藉以宣揚漢奸文化以及奴才觀念，粉飾佢哋嘅侵略行為。呢啲行徑令到中國嘅戲劇家非常憤怒，為咗宣傳抗日活動，佢哋將舞台變成抗日嘅陣地。77事變發生1個月之後，話劇《保衛盧溝橋》就喺上海公演。當上海淪陷之後，大批戲劇工作者參加咗救亡嘅演出隊伍，創作咗好多適合流動演出嘅街頭話劇。當時演出最多嘅話劇就係《放下你的鞭子》，成為家傳戶曉嘅名作。到咗新中國成立嘅時候，著名藝術家老舍由國外返到去北京，喺1950年，佢創作咗回國之後第一部話劇《方珍珠》。到咗56年，老舍開始創作一部宣傳憲法嘅劇本。由於曹禺等人對於劇中有一場有關茶館嘅戲產生好大嘅興趣，就建議老舍將茶館呢一幕戲一直寫落去。最後就誕生咗大家都熟悉嘅著名話劇《茶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好多文藝工作者都受到批鬥，老舍同樣走唔出呢一場大災難。喺呢一年嘅8月，由於老舍受唔到不斷嘅批鬥同埋毒打，最後選擇投湖自盡，死嘅時候只有67歲。1980年之後，文藝界又重新進入一個充滿青春同活力嘅時期。文革期間被禁演嘅劇目重新翻去舞台。喺文革時期被批鬥而死嘅老舍，佢嘅名作《茶館》喺呢個時期又能夠恢復公演啦。公演嘅時候，北京城萬人空巷，掀起一股茶館熱。呢出著名嘅中國話劇，後來更加喺歐洲同日本巡迴演出，係中國第一次走上國際舞台嘅話劇，俾外國傳媒稱為東方舞台嘅奇蹟。自此，中國嘅文藝舞台逐漸變得繁花似錦，中西劇目都喺呢個東方國度匯聚盛況。就好似1998年著名嘅大型歌劇《圖蘭多》首次喺北京太廟嘅大殿前公演。呢出規模龐大嘅歌劇運用咗中國傳統嘅京劇藝術同埋古典嘅舞台設計，完全將東方藝術同西方藝術完美咁結合喺一齊。20世紀初，隨住大時代嘅變遷，藝人嘅地位再唔係拋頭露面嘅戲子，更加唔係喺件戲服裏邊寫住借衣蓋食嘅糊口把戲，佢哋已經肩負住時代進步嘅使命。雖然好多民間嘅雜耍逐漸被淘汰，但係傳統優良嘅藝術例如京劇、粵劇、昆曲咁就得以發揚光大。藝術嘅表者就係觀眾剛才睇到嘅梅蘭芳。佢之所以受咁多觀眾嘅欣賞，唔單止因為佢嘅演技精湛，仲係佢嗰種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嘅民族氣節。日寇侵華，日本人點樣對佢威逼利誘，佢都唔肯為敵人演出。長期停演，生活亦都冇咗保障。新中國成立，政府對佢亦十分器重，但係就開始有人對佢講：新中國新思想，你嘅京劇亦應該有新嘅創意，以符合新嘅形勢。梅蘭芳就話：藝術求進步係應該嘅，但係就必須喺傳統嘅藝術基礎上面，咁只能夠移步而不換形。佢呢一個移步而不換形就為佢招嚟好大嘅批評。估唔到捱過敵人嘅壓迫，就受到自己人嘅衝擊。僥倖呢一位百年難得一見嘅舞台藝術家，喺文革之前就已經離開人世，否則以佢呢一種唔肯為五斗米折腰嘅性格，
真係不堪想象。90年代，大陸拍攝咗大量嘅清宮片，最初只係一啲皇室貴胄嘅情情塔塔嘅故事，娛樂性亦都十分豐富，就好似無線劇集《我的野蠻奶奶》咁，無傷大雅，亦都好受觀眾嘅歡迎。但係後來呢，就出現咗以歷史劇嘅手法歌頌清朝嘅幾個皇帝，將佢哋描寫成豐功偉業、漢滿一視同仁嘅千載明君，好似完全冇發生過。清兵入關之後殘害漢人，揚州10日嘉定三屠，慘酷嘅情況比起日寇侵華嘅南京大屠殺不請多樣。記住嗰幾個皇帝仲大興文字獄，濫殺文人，株連九族。喺漢人嘅眼光裏邊，佢哋並唔係什麼千載明君，而係暴君，滿手沾滿漢人嘅鮮血。及至清代末年，外國瓜分中國，佢哋仲話寧賣國於外人，唔輕易與家奴。所以有啲華僑就話呢啲影片應該唔會係嗰啲甘願為家奴嘅漢人所投資，好可能係一啲滿清嘅後人喺改革開放之後賺咗錢，投資影片嚟為滿清招魂。雖然影片嘅頭或尾都嚟一句故事純屬虛構，但係就有冇用影視嚟做手段混淆歷史嘅視聽嘅嫌疑呢？喺清宮片大行其道嘅同時，其他嘅中國電影就喺外國打開咗自己嘅園地。不過最早打開荷里活嘅大門嘅功勞呢，大家都唔應該忘記李小龍喺60年代嘅奮鬥，佢令到外國嘅片商意識到中國電影嘅商業價值。另外一類明星亦都功不可沒，就係體育運動嘅健兒。喺70年代嘅乒乓外交，佢哋就喺外國掀起咗中國熱。呢啲體育嘅明星唔單止為國爭光，仲成為咗中外人民交流嘅好橋樑。1896年嘅聖誕節，法國有一對兄弟就喺巴黎嘅一間咖啡店播放咗10幾部1分鐘左右嘅短片。呢啲短片就係早期嘅電影嘅雛形啦。當電影發明咗唔足10年，中國就已經積極發展電影。1905年，一間影相鋪嘅老闆任慶泰同埋京劇名伶譚欽培合作拍攝，拍咗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當《定軍山》拍攝緊嘅時候，一個對於中國電影歷史有深遠影響嘅人物就去到上海，佢叫做張石川。起初對電影毫無認識嘅張石川，揾到鄭正秋合作，承包咗一間亞細亞電影公司嘅所有製片業務。佢哋兩個一齊執導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短片《難夫難妻》。喺1923年又開拍咗《孤兒救祖記》，票房成績令人非常滿意。呢部戲同時奠定咗中國電影嘅創作基礎。喺30年代，有好多影星湧現，其中一位著名嘅當家花旦叫做阮玲玉。阮玲玉嘅憂鬱眼神令到佢演活咗電影好多淒怨嘅角色。喺1935年，阮玲玉主演咗一套反映現實、控訴舊制度嘅電影《新女性》。戲裏邊嘅佢主要係演繹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嘅知識女性，喺婚姻失敗要自食其力嘅情況底下，因為受唔住惡勢力嘅打擊，最終憂憤自殺而死。當時呢部電影嘅內容，由於被認為有諷刺小報記者嘅成分，引起記者工會嘅強烈反應，好多小報都向佢攻擊。加上阮玲玉本身又捲入一宗婚姻訴訟嘅案件，令到佢更加萬念俱灰。阮玲玉最後喺日記上面寫咗人言可畏作為遺言，食咗3樽安眠藥自殺而死。30年代後期，日軍入侵上海，一啲滯留喺上海嘅電影人組成咗一隊抗日演劇隊，編導各種節目，對人民進行咗救援同慰問嘅工作。1938年，一班電影工作者又組成咗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團結藝人從事抗戰宣傳。
其中一出電影《保衛我們的土地》就係呢個時候完成，將中國人飽受戰苦嘅實況如實展現喺觀眾嘅眼前。而電影《八百壯士》就係取材自真實嘅故事，反映保衛大上海時有嘅悲慘情況。當年呢一套戲感動咗好多海內外嘅華人。電影能夠反映局勢，而體育運動呢就可以創造局勢。1971年3月，50幾個國家同地區嘅300幾位運動員去到日本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絕緣世界錦標賽6年嘅中國乒乓球隊呢，亦有參賽。今次係中國自文化大革命以嚟第一次參加世界性嘅體育比賽。同年4月，毛澤東作出咗一個重要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3日之後，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一行15人就到達咗中國。呢個消息即刻成為世界各大報章爭相報道嘅重要新聞。4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指出美國今次應邀到中國訪問，打開咗兩國人民友好往來嘅大門。同一日，美國總統尼克遜亦發表聲明，宣布結束實行咗20年嘅對華貿易禁令，放寬對華貨幣同航運嘅管制。講到中國體壇嘅發展，就一定要提中國早年嘅運動員。喺1931年嘅時候，日本企圖派出偽滿洲國嘅運動員參加喺美國舉行嘅第10屆奧運會，希望博得國際嘅認同。而東北大學學生劉長春就成為日軍羅致嘅隊長。張學良所創立嘅東北大學體育系就係國內體育人才嘅搖籃，被譽為短跑怪才嘅劉長春呢，就係東北大學嘅學生。佢創造咗10.07秒嘅100米全國短跑紀錄，一直保持咗23年。同年7月，劉長春出現喺第10屆嘅奧運會，佢係中國代表團嘅唯一運動員。雖然攞唔到好成績，但係呢一次始終係中國人第一次參與奧運會嘅重要歷史。直到1984年，射擊選手許海峰終於喺第23屆奧運會裏邊攞到第1面金牌。中國人等待呢面金牌足足等咗半個世紀。雖然中國喺80年代以前呢，奧運會嘅成績唔算突出，但係喺某啲項目上邊依然有驕人嘅成就。1956年6月，前蘇聯舉重隊去到上海比賽，廣東運動員陳鏡開呢就以133公斤嘅成績打破咗最輕量級挺舉嘅世界紀錄，成為中國打破世界紀錄嘅第1人。1年之後，一個年輕嘅山東姑娘鄭鳳榮呢就跳過咗1.77米嘅高度，成為自從1936年以嚟亞洲第1位打破田徑世界紀錄嘅運動員。喺1981年，中國男排喺落後2局嘅情況底下，戲劇性咁連取3局戰勝韓國隊。11月，中國嘅女排喺第3屆世界盃女子排球賽7戰7勝。80年代之後，中國喺奧運仲贏得咗多項嘅驕人成績。中國人十分重視強身健體，各項健身嘅運動都已經好普遍。不過對於國際參賽嘅體育運動就唔夠普及。比起發達嘅國家，佢哋佔總人口嘅70%-80%，我哋淨係佔1/3。但係隨住08年嘅奧運嘅來臨，北京係主辦城市，相信可以宣揚推廣，令到運動更加普遍。大家對國家辦奧運能夠成功都充滿信心。自從1984年美國喺洛杉磯舉辦奧運嘅時候，除咗體育運動嘅比賽之外，喺開幕同埋閉幕式就變成大型 show。以後嘅奧運亦都順住呢個模式發展，相信今次北京都會有好精彩嘅演出。我哋香港又能夠爭取到馬術項目比賽喺香港舉行，不過香港人好少有機會練習騎馬，唔好講話比賽啦。咁所以取得最佳成績可能比較渺茫。
不過參加做 show 咧，肯定係可以嘅，因為香港人已經做慣晒。我哋呢個節目嘅全體工作人員，除咗預祝奧運嘅成功之外，就藉住今晚係我哋100年歷史嘅第8集，向觀眾致謝嘅同時，請各位多注重健康，多啲運動，同時更希望兩岸三地嘅同胞同心協力，為我哋中華民族嘅事業健康良好發展努力，為新嘅100年中國寫上輝煌嘅篇章。記住，歷史嘅長河係唔會停止嘅。The show must go on。100年